呢度600幾年前就係書生誦經嘅孔廟，100幾年前就變成咗農民革命嘅搖籃啦。呢一座明代嘅古建築，見證住毛澤東教農民點樣揸筆，又點樣揸槍。而周恩來親自提嘅牌匾呢，至今仲掛住喺門口喎。呢度就係中山4路龍港所。龍港所嘅全稱就係農民運動講習所。呢個地方就由明朝孔廟變成咗革命嘅搖籃，入邊每一個角落都係有故事嘅。龍港所原本呢就係叫番禺學宮啦，最早喺明朝嘅洪武3年，即係1370年嗰陣啊，由知縣毛宗同訓導李恩起嘅。咁到咗清朝嘅乾隆12年呢，即係1747年呢就定型啦。咁道光15年1835年呢又重建過喎。咁原本呢就係3路5進嘅格局，而家剩低只有中路嘅凌星門、泮池拱橋、大成門、大成殿、崇聖殿同埋東西廊廬。左右2路除咗明倫堂同光濟堂之外，其他大部分建築都被損毀咗。講返民國15年，即係1926年5月到9月，毛澤東就喺呢個番禺學宮入邊搞第6屆嘅農民運動講習所啦。咁全國咧就有20個省份嚟咗318個學員喺度學習。咁點解會揀呢度呢？原來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，國民黨喺民國13年，即係1924年嘅1月31號，成立中央黨部，下設農民部，專管農工運動嘅。咁5月咧，仲成立咗農民運動委員會，6月就開咗農民運動講習所啦。咁到咗1926年呢一屆就搬咗嚟呢度番禺學宮辦啦。而家入嚟參觀咧，第一眼咧就會見到3座花崗岩牌坊組成嘅凌星門。咁穿過呢個凌星門就係半圓形嘅泮池，上面有座石拱橋，過橋之後嘅大成門，面闊5間，進深1間，頂上仲有黃琉璃瓦同埋灰塑。陶塑嘅裝飾，雙龍戲珠、雙福普壽同埋花卉圖案咧，就非常之精緻嘅。而喺大成門檐下邊咧，掛住番禺學宮牌匾，就係孔子第77代孫孔德成題嘅。咁呢位咧，亦都係最後一代顯聖公，後嚟做埋台灣考試院嘅院長。嗱，當年龍港所咧就係用大成門做直升室同埋教務部嘅。咁直升官咧就係由軍事教官輪流做，專門執行軍事化管理制度嘅。咁教務主任陸沉啊，就同專職嘅教員蕭楚女就喺度辦公噶啦。咁兩邊以防原本就係學宮嘅更衣所，咁喺龍港所時期就變成咗毛澤東嘅辦公室同埋圖書室。咁門前草坪咧，仲留低咗學員用嚟鍛煉嘅單槓。再行入嚟大成殿後邊咧，就係崇聖殿啦。雖然規模細啲，但係結構同大成殿係差唔多嘅。原來咧就係供奉孔子嘅祖先。龍港所時期咧就改咗做食堂啦。咁特別係佢當其時設立嘅膳食管理委員會啊，佢分別按漢族、蒙古族、回族、藏族等學員嘅飲食習慣咧，同時供應住米飯同埋麵食。依家喺東面咧，仲保留住明倫堂同埋光濟堂。明倫堂有2進硬山頂建築加連廊嘅設計，當年咧就係學員讀書討論嘅地方嚟嘅，每一個細節都保存得好完整，連避風雨嘅連廊咧仲睇得到。行晒成個舊址，由凌星門嘅牌坊到崇聖殿嘅飯堂，每一處都跟咗晒歷史記載，原汁原味呈現。1961年，國務院就將佢咧列成咗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真係實至名歸。想親身感受歷史嘅朋友咧，記得過嚟中山4路42號龍港所。